文具先生和文具小姐。有一天，鉛筆小姐憂憂愁愁地躺在筆袋內，提不起勁。在旁的橡皮先生看到鉛筆小姐總是愁眉不展，於是便主動關心她，看看她有什麼煩惱。橡皮先生輕聲地問：鉛筆小姐有什麼煩惱？我可以為你分擔嗎？鉛筆小姐嘆了一口氣，說：我的身體本來是有修長的線條，但是小主人你實接我，並把我的蟻一層又一層地脱去，現在我並變得又短又矮，樣子很難看呢。橡皮先生搖搖頭說：不，你一點也不難看，你和我都是一樣，生下來是為了祝福人類。我們既然得到小主人的重用，便要盡力地完成我們的使命，生命才能活得精彩和有意義。鉛筆小姐聽到橡皮先生的話後，便沉思了一會兒，似乎想通了什麼道理似的。一日，小主人再次拿起鉛筆在紙上書寫。鉛筆小姐不其然地說：小主人，謝謝你揀選了我，能夠為你服務，真是我的榮幸啊！沒多久，鉛筆小姐便變得又短又小，她不能再走動了。於是，她被小主人安放在一個小木盒內，以作紀念。可以翻返。